情义也么情义嘛就问为就两位，家在南方最大义，这义也么这义嘛就问为就两位，家在西方八大义，八义也么八义嘛就问为就两位，家在西方八大义，义嘛就问为就两位，家在中央王八义，王义也么王义也嘛就问为就两位。这烟酒酒，那你当这点饭，这大乡上门，三八一浪六六，里里累累稀稀疏疏，多进来的，多进来小菜，里里累累稀稀疏疏，真感动襄阳的文山，不做少没有少牛，到底这烟酒酒。那年当时大下三门，三八一浪六六，里里累累稀稀疏疏，人家有襄阳中文山，不做啥没有少听，懂得做人。后来就那年，人把当时大下三门，三八里里累累稀稀疏疏，人家的襄阳中。文山，不做少。